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8。以赛亚书61章10安尼讲：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心神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。因为伊用拯救做衫甲我穿，用公义做袍甲我抹。三个来祈祷，用拯救做衫互阮穿，用公义做袍互阮满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疼痛的天父，你是喜乐稳定的救主，你是守护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伫阮软弱无气力的时，你伸出大权能的圣手扶持阮，你用无尽的疼来疼阮。我们用性命来向你感谢。主啊，你救赎阮，互阮真做尊贵，也互阮领受你无比的恩典。主啊，阮要一生来学乐，也要来高举你的名。我们因为你来大大欢喜，我的心神也要因为上主你来快乐，因为你用拯救做衫甲阮穿，用公义做袍甲阮抹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